民进党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初选结束了后呢，今仔日正式来提名赖瑞良、陈定辉带一有3个人参选。党主席赖清德也亲身替因抹这竞选单。那讲到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想要来拼连任，民进党的派相出来含预算呢，受到众人的关注。特别是台北关税谈判有结果了后，这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声望也是愈来愈悬咯。好人才。 团结拼未来。民进党在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的初选结束了后，日伊是正式通过提名赖瑞良、陈定辉和蔡义武变做参选人。除了党主席赖清德亲身替因挂竞选派单，现任的县市长陈其迈、黄伟哲和王仲良拢来参加代表团成。对各县市都提出非常好的蓝图，所以我们深信，如果当选之后， 一定可以无缝接轨。内面上述的注意的台南市伫前一天，陈定辉去拜会伫初选内面支持林俊宪的议员，但到尾无签册挂过信两等3点协议保证，和外界解脱初选的必选个地理。人要怎么切割？一个个体跟个体要怎么切割？基本上他们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需求，跟我说，我绝对全都答应。但是应该不用签下这3个字，这个好像已经互信程度就不够了。会对中间选民蛮伤的啦，大家觉得你们只在争个别派系，只在争个人的输跟赢。 在高雄的部分，赖瑞良会对战国民党提名的立委郭志温，伊的重点搁一摆放伫党内的团结。我会用最谦卑、最开放的态度来向各界请益，同时间团结我们所有的战友。蓝绿各自归队之后，中间选民觉得是我们都要争取的。那我们未来当然就是以政策来让这个高雄的市民能够认同我们。今麦民进党已经公布13个县市的参选人，国民党的提名进度比起来是较慢，而且一寡县市人选是出现无人要让的纷争。党主席郑丽文伫中常会是特别强调讲，党内的定数和规则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特殊需要去改变。国民党会一改过去大家认为的酱缸文化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大开大合，遵守制度。所以大家愿赌服输，没有内定人选，没有黑箱作业。 因为首都市长的选战在蒋万安寻求连任的状况之下，民进党要派相出来真受关注。尤其在台北关税谈判的结果出来了后，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的呼声是愈来愈悬。对这蒋万安敢若回应讲，选举搁早咧，即马都是专心市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